高唔高興啊？唉，真係非常高興，唔係高興，唔止高興啊，哥哥，仲係非常高興先至啱。冇錯，六福珠寶自從成立以嚟，我哋喺我哋嘅行政總裁黃偉常先生嘅領導底下，全個集團上下員工不斷嘅努力，將最好最美麗嘅金銀珠寶首飾呈現俾每一位愛美嘅人士。所以多年嚟，我哋得獎無數，正話思怡小姐咧已經都大概講咗多少啦。除此之外，我哋仲每年咧係贊助香港小姐、亞洲小姐、廣州美在花城小姐、溫哥華小姐、多倫多小姐、世界小姐，甚至環球小姐，都係我哋經常贊助嘅選美活動之一。喺目前，好高興話俾各位聽，得到大家廣大顧客嘅支持，包括年紀後生嘅、年紀成長嘅，甚至有少少年紀嘅，不論男女，佢哋對我哋嘅支持同埋鼓勵，因此引致到今日2008年嘅10月1號，六福珠寶全世界已經有420間。多謝你哋嘅支持，希望聽多次你哋掌聲得唔得啊？跟住多啲嚟我哋東莞呢個新區啊，呢個叫做世紀廣場啊，咁我哋嘅營業時間咧，如果冇記錯嘅，係朝頭早10點到晚上嘅10點半。林峰喺度唔使講，你12點都未收到工啦。今日正話收到無數電話要求今日假日咧延長半小時添，我哋今日起碼都11點先收工，多啲嚟參觀之後得唔得？如果你話得嘅，我哋經常都請林峰嚟，冇錯。我哋唔敢話別具慧眼，不過我哋的而且確喺舊年開始邀請到林峰作為我哋連環嘅展台，喺舊年已經非常轟動。咁隨住林峰嘅人氣急增，咁加上六福珠寶嘅分店亦都一日比一日增加，因此我哋到今日為止喺林峰同我哋互相配合底下，可以話係非常之成功嘅。我哋亦都真係好感謝，尤其是今次我哋喺前後7日裏邊全部剪彩嘅品牌店總共有14間至多，包括有廣東省，包括有湖南省，包括有湖北省，仲有福建省，係林峰嘅家鄉。去到廈門咧，又先翻去香港嘅特別行政區。喺呢度想借助各位嘅掌聲，同我感謝林峰得唔得？好啦，喺呢度説話我唔想講得太多啦。最後我想將我哋行政總裁黃偉常先生託我嘅説話，佢祝福我向各位東莞嘅朋友，向你哋府上嘅家人問好，祝願你哋嘅家人個個都身體健康，萬事勝意，龍馬精神，六福頭來。多謝。多謝晒黃生嘅支持。好，請黃生休息下先，唔該晒。好啦，咁跟住嚟咧，我哋仲有一位特別嘉賓，就嚟自我哋廣東新聞東莞新聞主播女主播崔雨慈小姐咧，參與我哋今日嘅展台儀式。我哋馬上請佢出嚟同大家傾下偈。有請崔小姐。今天是我們六福珠寶東城分店啊，終於開業了。據我所知呢，六福珠寶覆蓋我們東莞市，包括我們全部的鎮街呢，應該有26家。在這裡呢，我想把六福2個字匯總成6句話：天時是福，地利是福，人和是福，品質是福，尊貴是福，恒遠是福。在這裡呢，我想祝願我們六福珠寶東城分店開業大吉，生意興隆，送福千家，惠福滿腹。謝謝。多謝晒崔小姐嘅精彩致辭。好啦，跟住落嚟咧，不如咁啦，用熱烈嘅掌聲，我哋請林峰出嚟好嗎？好啦，馬上請我哋香港影視豪星林峰，同我哋一齊邀請黃之浩先生。好，林峰同大家打聲招呼先啦。Hello， 東莞嘅朋友你哋好。都係本城啊呢個。冇錯冇錯，我哋嚟到本城嘅世紀廣場同大家見面。我相信廣大嘅市民咧都想知道林峰最近有啲咩安排啊，有咩大計啊？唔好講咩大計啦。最近有啲電視劇就係呢排轉咗第二個名啦，呢排叫無情啊，呢排係咁啊，好多謝大家中意睇我嘅電視劇啦，咁希望你哋繼續追睇呢個少年的力火啦，係啊，同埋最近就出咗第2張專輯咯，頭先都見到啲海報，咁希望你哋中意聽我啲歌啦。中唔中意啊？
嘢嘅嗱，呢個海報就係你嘅啫。係啊。希望我亦都望上頭過，見到我哋工作人員咧，每一個同事嘅鈴聲都有你嘅愛不夠。係咩？係啊。即係每個同事嘅鈴聲都有佢嗰隻歌。冇錯，冇錯。梗係愛不夠啦，點夠啫？繼續出啊！張咩見啊？你淨係呢個本城嘅朋友啊，幾多都買唔到嘅。不過記得喎，買林峰上邊一定要好似六福星辰一樣，要買正版正貨，得唔得？兩邊兩個，我哋兩邊嘅政府嘅最高嘅號召啊嘛，啱唔啱先？冇錯。好啦，咁其實阿峰除咗正話你講四條四大名報係嘛？咁又有出唱片啦，咁其實呢兩日最忙係乜嘢咧？最近。呢兩日跟住呢個禮拜其實都係忙住六福嘅巡迴展水嘅。猛展彩，冇錯，呢個俾咗我好大嘅機會，今次可以穿州過省，同好多我未去過嘅地方嘅朋友見面。咁啊今年對我嚟講都好特別，因為今日又係國慶啦。係啊。咁同埋今日我又可以過嚟東莞呢，可以過嚟東莞同大家見面。我希望跟住嚟可以同六福有更多機會合作。係啦，咁可以再多啲機會過嚟同你哋見面啦。都好辛苦我們剛才已經講過了，還有崔小姐，她是我們的前輩一個主播剛才以後有機會，我們搞一個東莞小姐之類的這個節目，然後請林峰過來，好不好？好啊！再來搞個東莞小姐之類，請林峰過來。係咯，阿峰演唱會啊，演唱會啦。好啦，演唱會咧，其實我哋向阿黃生咧，我哋工作人員去籌備一下。但呢個時候咧，林峰準備咗3個禮物送俾大家喎。冇錯。好，接嚟咧就會俾大家空手而回嘅。啱啊，因為準備咗3份六福精心投製嘅禮物。係啦，我可以攞出嚟啊，我覺得。頭先咧 show 過一次俾大家睇睇嘅，咁不如林峰，你想第一份送乜嘢啊？第一份呢份啦。張豬仔你係嘛？至於點送法咧？我哋現場有3位嘅觀眾，答啱問題就得㗎啦。好少無嘅，基本上我發覺現場嘅朋友，我問咗好多問題，你哋都識答。希望林峰問嘅問題，你哋同樣識答。有咩意思啊？正話模擬過㗎啦。模擬過，即係假設當真係嚟問問題係點答咩咁？你哋預考題目。係啦，其實頭先如果大家有留意，係啦，留意喺台上講嘅關於六福嘅知識咧，應該都好容易可以答到嘅。好啊，或者而家打嚟。就睇下佢幾個位置啦。你睇下知唔知啫？黑色要點都好啊，係嘛？第一次真係冇揸住個米老鼠添啊，仲有。係啊。係咩？我睇到啦。你帶住個米老鼠，我恭喜你上上舞台。唔係，咁就唔得，你快啲快出嚟啦！我哋通常會多嘅，小心啊，慢慢。張經理。後面嘅朋友唔好啊，小心啊！小心啲。慢慢，唔好急，慢慢嚟。放睇你啲 fans 幾熱情。攞翻個袋先，攞翻個袋先，食翻埋佢㗎。小心啲。你咁。好，唔該晒。我講埋下先，點稱呼你啊？大家好，我叫潘紅。潘紅係咪讀緊書啊？喺邊度讀書啊？而家喺東濟讀初三。有冇咩想同人分享？好中意佢嘅 fans 嚟㗎。好中意佢個 fans，你好中意林峰先。只係中意林峰，而家我 fans 嚟嘅。好緊張。佢即係。我哋俾啲掌聲鼓勵下佢。唔好緊張，唔好緊張。佢其實即係話，我好中意佢，我係佢個 fans 嚟嘅。係啦，冇錯。係啊。係。喂，你中意米老鼠多定中意林峰多先？中意林峰啊！佢哋全身都米老鼠咁喎，頭。